您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验？健检报告显示胆固醇偏高，医师提醒要小心心脏，但回到家却不知道该怎么吃。肉吃多了怕血管堵塞，吃少了又担心营养不够，结果每一餐都吃得战战兢兢。这种矛盾与不安，其实是很多长辈共同的心声。根据台湾国民健康署的统计，心血管疾病仍然是长者的主要健康威胁之一。随着年纪增长，血管弹性下降，心脏承受的压力更大，这些担忧一点也不夸张。我姓林，在台南社区诊所服务超过20年，陪伴这么多阿公阿妈，我深知饮食的挣扎。很多人觉得要守护心脏，一定得靠昂贵的补品或者严格限制肉类。其实答案往往比想象中更简单，就藏在我们每天最熟悉的一块食物里，那就是豆腐。在继续之前，我很想知道您的想法。如果您觉得这个主题对您有帮助，方便的话留个1；如果暂时还感受不到帮助，留个0也没关系。每一个回音对我来说都是珍贵的礼物，能帮助我把内容做得更贴近您。今天我会和您分享为什么豆腐能成为心脏的好朋友，怎么吃才能真正有效。最后我还会告诉您一个小秘诀，每天只要换一口，就能让心脏一天天更稳更安心。或许您会想，豆腐这么普通，真的有这么大的力量吗？接下来就让我们从最基础的营养开始，看清楚这份平凡里的价值。要知道豆腐为什么适合长辈，先从最简单的一点说起，它的蛋白质很温和。年纪大了，身体还是需要蛋白质来维持体力和精神，但很多人主要靠吃红肉或加工肉品来补充，结果常常是吃完虽然有饱足感，却也带来过多的油脂和胆固醇。这些东西长期堆积，对心脏和血管就是一种负担。豆腐就不一样了，它几乎没有胆固醇，油脂也少。换句话说，当您在餐桌上用豆腐代替一部分肉，不仅能补到蛋白质，还能让心脏更轻松。另一个好处是，豆腐很容易消化。很多阿公阿妈告诉我，吃完肉觉得胃胀，不太舒服。这是因为肠胃年纪大了，消化比较慢。而豆腐的质地细致，入口即化，肠胃不用花太多力气就能吸收，吃起来舒服多了。更重要的是，豆腐吃起来不会有太大的限制。早餐加在汤里，中餐配青菜炒一炒，晚餐红烧或清蒸都行，简单顺口，而且不会让人觉得负担。所以，如果您常常觉得什么都不能吃，豆腐就是一个最安心的选择。它既能补充营养，又不会让心脏太累。光是这些道理可能还有些抽象。接下来，我想和您分享一位70岁长辈的真实故事。他的转变也许会让您觉得自己也做得到。在我的诊所里，有一位70岁的张伯伯，他的故事让我印象很深。张伯伯年轻时是木工师傅，身体硬朗，工作一整天都不觉得累。但近几年，他常常抱怨吃完饭后胸口闷闷的，晚上也翻来覆去睡不好。健检报告一次比一次不理想，胆固醇偏高，让他心里很不安。为了保护心脏，他前脆把红肉几乎全戒掉。可是没多久，他又觉得整天没精神，走一小段路就气喘吁吁。太太看在眼里，很心疼，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有一次回诊，我建议他不必走到这么极端，其实只要把一部分的肉换成豆腐，就能同时顾到营养和心脏。他半信半疑，但在太太的支持下，决定试试看。从那天起，他们一周安排3次豆腐餐，有时清蒸，有时红烧，有时加在汤里。3个月后回来，他满脸笑容地告诉我：“医师啊，我现在吃饭后不会那么闷了，晚上也睡得比较安稳，检查数字也好看了一点。”
说这话时，他的眼神里带住久违的轻松。这样的改变病不是靠什么复杂的方法，而是从一个最简单的选择开始。对很多长辈来说，这代表着希望我们仍然能用小小的调整换来身体的改善。您呢，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？只改变了一点点饮食习惯，就发现自己舒服了许多？如果愿意，欢迎在留言区分享，也许您的故事也能帮助到其他人。从张伯伯的例子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豆腐不只是填饱肚子的配角，它真的能帮心脏减轻压力。接下来，我会和您说明为什么豆腐能在胆固醇与血管保护上发挥作用。许多长辈在看健检报告时，最害怕的就是胆固醇偏高这几个字。那一刻，心里往往一沉，是不是又得少吃？是不是心脏会更辛苦？这种不安，我在诊间里几乎每天都能感受到。其实，餐桌上并不是只有能吃或不能吃的选择，还有一条更温和的路，就是把一部分肉换成豆腐。豆腐的油脂少，吃起来清爽，不会在血液里留下太多负担。对血管来说，就像卸下了一点压力，让心脏可以轻松一些。更可贵的是，豆腐里还含有天然的成分，可以帮助血管保持柔软，不会那么快变僵硬。您不用去记它的学名，只要知道经常把豆腐放在餐桌上，等于每天都在替血管做一个小小的保养。这种改变不会立刻显现，但日子久了，心脏就会感受到差别。很多人问我是不是一定要完全不吃肉？其实不必，只要在一周里的几餐，慢慢用豆腐取代一部分红肉，就已经是很好的开始。这样既能维持饮食的多样化，也不会让餐桌失去乐趣。我常告诉长辈们，豆腐不是配角，而是一份安静的守护。当它一次次出现在碗里，不只是喂饱身体，更是在默默守护主心脏。而它的照顾其实不只停留在心脏和血管。接下来，我想陪您看看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地方——骨头。那也是许多长辈日常生活中常常忽略的问题。随着年纪增长，很多长辈会觉得腰酸背痛，走路比较没力，甚至一不小心跌倒就容易骨折。这些变化常常被以为是老化自然的结果，但事实上，骨头的强度还是可以透过饮食慢慢守住的。豆腐在这里就发挥了重要的角色，它含有稳定的钙质，正是骨骼需要的养分。很多人想到补钙，第一个念头是牛奶或保健品，但对肠胃敏感或乳糖不耐的长辈来说，这些病不容易长期维持。而豆腐不同，它温和、好吸收，而且餐桌上随处可见，吃起来没有压力。我常跟患者说，不需要追求一次补很多，而是把钙质分散在每天的餐食里。早餐的味噌汤里加一块嫩豆腐，午餐的青菜里放几块豆腐前，晚餐再来一道红烧豆腐。这些看似微小的习惯，日积月累，就是骨骼最好的保护。当骨头比较稳固，走路自然更有力，跌倒时的风险也降低。很多阿公阿妈告诉我，他们觉得身体安稳了，心里也就跟着安定下来，日子过得更自在。豆腐带来的好处，其实不只是在白天活动时能感受到，到了夜里，它还能以一种悄悄的方式帮助身体放松，让人更容易入睡。很多长辈常跟我说，医师我晚上怎么都睡不好。有的人一躺下就胡思乱想，有的人半夜醒来后再也合不上眼。日子一久，不止精神疲累，连心脏也会跟着承受压力。其实，在餐桌上做一些小小的调整，也能慢慢帮助我们安定下来。豆腐里的大豆成分虽然不像药物那样立即见效，但它能在体内温和地调节，让情绪比较稳定，入睡也会容易一些。很多阿公阿妈把豆腐当作晚餐的一道固定菜色，
慢慢就发现叶里，不像以前那么翻来覆去。更可贵的是，当身体能安稳入睡，白天的精神也会变得不同，走路不再那么疲倦，心情也更轻松。对年纪渐长的身体来说，这些小小的变化就是生活品质最大的提升。我常提醒患者，不要期待立刻的奇迹，而是把豆腐当成日常的一份陪伴。当它一次次出现在餐桌上，既提供营养，也像在告诉我们，好好吃一顿饭，好好休息，身体就会慢慢回到自己的节奏。如果说豆腐能安定心情与睡眠，那么它该怎么煮、怎么吃才能既美味又健康呢？接下来，让我们聊聊几个简单的做法，让豆腐真正成为餐桌上的好朋友。很多人问我，豆腐虽然健康，可是天天吃会不会很单调？其实，只要用对方法，豆腐既能保留营养，也能变得很有滋味。对长辈来说，最重要的是烹调要清爽，不过度。像是清蒸豆腐，口感滑嫩，加一点香菇或葱花，就能提味而不会太咸。煮汤时放几块嫩豆腐，不仅容易入口，也让汤头更顺口。红烧或小火炖煮，更是家常又温暖，吃起来有饱足感，但不会造成太大的油腻。比较需要避免的是油炸或大火爆炒，因为高温油脂不仅容易破坏豆腐的营养，也会让整道菜变得过于厚重，对心脏病不友善。还有一些太咸太辣的调味，也会增加身体负担，长久下来反而失去原本吃豆腐的好处。我常鼓励患者，不用追求花俏的料理，反而是最简单的方式，才能吃得安心又长久。当您用一碗热汤或一盘清爽的豆腐料理结束一天，不仅身体舒服，心里也会觉得踏实。当然有人会问，那豆腐和肉相比，到底哪一个更适合长辈？这是一个很多人关心的问题。接下来，我想陪您仔细看看，把两者放在一起比较，答案会更清楚。在餐桌上，肉一直是主角。对很多长辈来说，如果少了一块肉，就好像没吃饱。但随着年纪增长，红肉带来的负担也慢慢浮现。它的油脂多，胆固醇高，吃多了容易让血管变得紧绷，心脏也要更加辛苦。相较之下，豆腐显得温和许多，它的油脂少，没有胆固醇，吃完后不会觉得沉重。很多阿公阿妈告诉我，他们在用豆腐取代部分肉之后，饭后不再那么容易胸口闷，也比较不会觉得胃胀。当然，红肉也不是一无是处，它提供铁质，对于预防贫血有一定的帮助。问题在于吃太多反而会得不偿失，这也是为什么我常提醒，与其完全戒掉，不如找到一个平衡点。最实用的方法就是把餐桌变得一半一半。想吃红烧肉，可以把一半的分量换成红烧豆腐；想煮火锅，可以多放一些豆腐，少放一些肉片。这样既不会觉得缺少肉的滋味，又能让身体轻松许多。在比较的过程中，我们就会发现，豆腐不是要抢走肉的位置，而是帮助我们找到更健康的比例。当它一次次出现在餐桌上，就等于在帮心脏留一条退路。那么，应该怎么安排一周的饮食，才能让豆腐真正发挥作用，而不会觉得单调呢？接下来，我会和您分享几个简单的习惯，让您可以安心照着做。很多长辈会问我，医师，我到底要多久吃一次豆腐才算刚刚好？其实不需要天天固定，但最好能让豆腐在一周里占有稳定的位置。一个简单的做法就是每周2到3次把部分红肉换成豆腐。比方说，原本午餐常吃红烧肉，不妨减半，加一些豆腐块进去。晚餐煮火锅时，多放一点豆腐，少放一点肉片，这样既能保留肉的味道，也能减轻心脏的压力。另一个好习惯
是搭配青菜和全谷类、豆腐和菠菜、地瓜叶一起炒，或是和糙米饭搭配，都能让营养更均衡。加上一些鱼类，就能形成一个完整而清爽的组合。很多阿公阿妈尝试后发现，并不会觉得乏味，反而因为吃得舒服，心里也踏实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些都是日常可以轻松做到的，调整不需要额外花费。您呢？平常喜欢怎么料理豆腐？是红烧、清蒸还是煮汤？如果愿意，欢迎在留言区分享。也许您的拿手菜会成为别人餐桌上的新选择。当然，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，吃豆腐也有一些需要留意的地方。接下来我会提醒您几个重点，让您能安心享受豆腐的好处。虽然豆腐是一种温和亲近的食材，但我也常提醒患者，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无限制地吃。首先，对于肾脏功能比较弱的长辈，豆腐虽然营养，但如果吃得太多，肾脏需要处理的负担会增加。这并不是说完全不能吃，而是要注意适量，最好事先和医师讨论合适的分量。另外，如果您平常正在服用药物，或是有使用中药、保健品的习惯，也要特别留意，有些成分彼此之间可能会互相影响。我的建议很简单，在调整饮食或加上新习惯之前，先询问医师或药师，这样最安心。还有一点需要记住，豆腐再好，也不能当成药来依赖，它能够帮助心脏、骨骼和睡眠，但并不能取代治疗。如果已经有慢性病或固定用药，豆腐应该是辅助，而不是唯一的依靠。所以，当您把豆腐放上餐桌时，请带住一份平常心。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，但还是需要搭配医师的建议与其他健康习惯，才能真正守护身体。接下来，我想带您回到张伯伯的故事。还记得他因为调整饮食，把部分红肉换成豆腐，身体慢慢变得轻松吗？现在我要和您一起看看他的转变，如何兑现了我们在影片开头的承诺。还记得张伯伯的故事吗？他原本因为担心胆固醇，几乎完全不敢碰肉，结果反而觉得身体没力，心情也更焦虑。后来他开始尝试把部分红肉换成豆腐，3个月后，胸口的闷胀减少了，晚上也能睡得更安稳。他告诉我，原来只要一点小改变，身体就会回音。这也正是我在影片一开始答应您的小秘诀，每天只要换一口，不用剧烈调整，不需要昂贵的补充品，只要在餐桌上多留一块豆腐，就能温柔地守护心脏，慢慢累积力量。今天的分享，我希望您能记住3件事。豆腐是温和的蛋白质来源，能减轻心脏与血管的负担。它含有钙质与植物成分，能帮助骨骼稳定、睡眠安定。真正的改变来自日常的小习惯，而不是一次性的努力。如果您觉得这些内容让心里多了一点安心，不妨把影片留下来，或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能够彼此提醒，就是最珍贵的陪伴。提醒您，本影片仅提供一般健康资讯，不能取代医师的诊断或治疗。在调整饮食或药物之前，请务必先询问您的医师或药师。祝福您每一餐都能吃得安心，每一天都能走得安稳，让豆腐不只是餐桌上的一道菜，更是陪伴心脏的温柔守护。